知道你现在身体还可以，不但身体好，而且你现在每天要坚持修行。一方面是你修这个观音的心照，同时也要念诵常住佛，还有呢就是要念心经，这是这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。所以我们主要是修心，就是什么呢？修我们自己的心。所以我们对三宝有虔诚的心的前提下，那我们应该要相信业力因果。所以我们做什么样的事情，就要它是有因果的。我们做了善的事情、好的事情，就得到好的果报，这是肯定的。所以你修观音，同时也要提高自己的慈悲心。再是你修常住佛，消除我们宿命当中的各种的灾难，也是能够你长寿健康，将来我们能够西方极乐净土，投身到阿弥陀佛的身前，接受他的法教。那同时也有心经，心经是主要讲的就是万法的本性是空性的，所以了解空性。所以这样的话，你是又有了慈悲，又有了空性的智慧。这就是实际上我们平常说的生意菩提心和俗菩提心两个都修到了。如果修到了这个法，就已经送过的所有的法教就在这个里面。好的，你多保重，谢谢。